安尼是有啊无？嘛也袂偏 link。哦，对对对。我 YouTube 上去，你再看有啊无？我安尼其实我袂记我这手机耳机啊要安怎听一耳就好。好，你再看迄个 YouTube 有无吼？有啊，哦好。好，好，咱开始吼。1645年9月20，好天早起有微风对绿树吹出去，但是约伫咧中昼以后就吹西风。今仔日收购做军所在来西那4号等等，也要甲你继续无用你为着边对船Burkhardt 号来装糖。大船海燕号已经准备好，该船已经装上最后的号码，将尽量紧出航前往澎湖。今仔日有5只篷船航往西那沿海，合计则有84个人，载去50担藤甲5担蚵仔，也无用你准备篷船 Noctua 号必能与明天，必能与明天哦。这个必我查一下好了哈。Ctrl C，Ctrl V，B P 哦，三个音，所以 B 就是地稿哦，地稿。雨、准、用的意思吼，不管是读 B 还是 B 啦吼，第7声嘛是，我拄则拢读第7声啦吼 ，B 啦吼。但是我是变调变 B 吼 ，B 0对对变调变 B， 安尼是第1声吼，原调第1声 B。B 0伫明仔载，什么一个这个 B 0伫这B 0会当伫明仔载航往澎湖，什么叫做 B 0呢？准用的意思，地稿可能是地稿这个意思啦，但是嘿啦，无用你准备篷船 Noctua 号地稿明仔载会当航往澎湖吼。B 21 9月2，敢无较好的词啊？我感觉怪怪吼。地稿明仔载会当出航去澎湖 B 0，你若伫华语内底的意思是有迄种望的意思，希望哦。地稿希望。好，9月2，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犹原继续无用你为着 Burkhardt 号来装船，海燕号也加装了几箱糖，为着要装糖伊的大炮的部分拢甲搬落来了。因为做军失事迄只篷船的其他人甲阮讲，如果迄条互该篷船停泊伫深水的锁啊吼，无被扑断，就袂去靠堑啦吼，都袂去做对着。因为伊的台本来就有小可去吸着
对啊吼。好啊，因此呢，阮就写一张批交一个交一只新仔人的旁船的早起淡水互上色上务员 Hendrik Steen 先生。批里呢，请伊现在还阁伫遐的人，好好啊查问即个代志的原因。譬如讲，迄个下色上务员老爸，或者是下级大工、下级大工啦吼 ，Claes Kunst 和规个士兵吼，将迄个结果并且证据吼，就是将结果以及查问的结果啦，甲证据咯，尽量甲送来互阮吼。此外，也命令该上色上务员，即个是啥物人？Hendrik Steen 吼，淡水的 Hendrik Steen， 爱去认真调查。伫咧明年的正月20到23号以前，是毋是有可能对归人用落地的船去载一寡军粮甲米去达罗曼我建议迄个拼音是写达拉曼吼，所以我着读达罗曼。讲要载一寡物件物资去回练啦吼。阮也搁咧担心以后军队对卑南出发上北的时阵，真有可能会欠缺军粮，因为因所载的军粮估计伫咧路上都会开用去2/3吼。来，我来看消耗，咱要安怎讲？先查即个耗哩，消当然就是读消啦吼，是无啥物特别。耗读做HONN 第三声吼 ，HOUNN 啦吼，应该来讲 HOUNN 吼。第三声，什么意思呢？就是五角的名吼，这五角毋是棍角啊，迄五角吼，五角是五谷吼，五谷杂粮迄个五谷吼，五角的名叫做吼，减少空虚吼，无诚实拢是吼，无真败坏拢是吼吼，所以。除了做名词的吼以外，吼拢是减少败坏吼的意思吼。吼，五角呢？即个词我是伫巴克利班圣经学着，无之前嘛毋知影竟然有即种读法吼。但是你即马读，你若照圣经读五角，我看就莫讲伫咧一般民间啦吼。你着算伫咧长老教会，你读五角，可能。嘛，足侪人佫听无吼。长老教我较毋知啦，其实我毋捌参，我捌去过，但是我无讲解释啦吼。好，消耗吼，估计伫路上就会消耗2/3咯吼。2/3啊！但是你平常时你无可能读，你用即种文言词来讲话吼，平常大家感觉就怪怪吼，听无你讲啥吼？消耗，大家安怎讲呢？我只好来测查即个测台语咯。对应中文消耗。好，1976 Mariner 是受叫做消磨。伊嘛是汉字嘛是可能是写即个消耗吼。
但是伊读做磨，消磨。消磨 ，OK， 消磨，咱来查一下消磨吼。大理大书店 ，SIAUMOO 第五声，即只大理大书敢若 NOU 的款 ，MOU 第五声。嘛是无消 MOO， 拄则拍毋着去，拢无呢。我看卖若小字，高一字小字用我卡来测看有无。三页，我测看卖吼。3页，我较紧的甲看过。消冬，减冬的意思。消稻什么意思？看无体塌。消痰、消套、消套，毋是消头。商品有销路，叫做消头、消订、消场、消长、流动、流动啦，叫做消长、消毒、消毒，无呢？大理大书店拢无即个消什么消磨即个词吼。好，好啦，咱就来读消磨啦。消磨即个词我是捌听过啦吼。OK， 高架的路上就会消磨2/3吼。安尼即个情形可能会互因完全无结果来转来等等就是因还未到倒弯去拍人，家己都无物件食，就只好一定挖头转来早起上水的胖船 Nocturne 号带着要对Woodgist 号装米的命令，出航前往平湖。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邦山来到遮坐4个西南人，再来4担的仓。9月22，晴朗炎热的天气，早起风对绿洲吹来，但是中昼以后就搁对西北风吹来了。游员无用伫要甲运转去祖国的糖装入去 Burkhout 号、哈恩号。哈恩号取得命令了后，就航离站桥。上午，法务议会判决几站一个犯罪案件，也甲上述批信的抄本寄去淡水，予上级商务员 Sting。歹势，是对新港北由国村庄的原住民3接送去的那敢若你迄啥？我都袂记要安怎讲。你叫做 accident 的款，华语煞袂晓讲。一个譬如讲800公尺，一人走200公尺，4个人安尼走，我袂记安怎讲。华语袂晓讲。好。接力赛跑啦，华语安尼讲是对即嘛就相款嘛伊一张批要寄去淡水，但是对新港北由国村庄的原住民接连
送去个酒吧安尼接力吼。也寄一张批去麻里麻伦，互团导 Hans Ohoff 即个南路即个团导吼，用来答复伊伫个本国个8号甲14号来批，互伊关系到几项代志的即个命令。也命令伊讲，迄个有迄个啊，我煞袂记啊，烙印啊，5号遐。还是啥物号我煞袂记，6号。哎，昨昏才读过来，今日就袂记啊，看，歹势啦，搁早者。汉字打起哩，录音，录音，录音哟。我记得有一个词，伊的规则内底有一个词通好用。我是伫倒位词典？安尼可能伫个甘蔗店词典款，就等下吼。啊，录音有音吼，有，嘿，爱读做有。毋是本调有，第二声变调第二声读有，吼。哦。嘿，所以读做有音，你若要藏咱头前，就读做有音吼。哪变字？啊？是不是？是第三声变第二声？是。OK 好。嘿，6号啦，歹势啦，是6号啦吼。即个当然录音会使啦，我是咧想讲，我昨明明都有记伊规则内底有用一个词会当来用吼，6号落号吼。当然号毋是号码，是记号的意思吼。好，好，咱搁转来读日志遮吼，互南路迄个团导写一张批去互伊。互伊关系到几项代志的命令，也命令伊讲，迄个有6号的新仔人爱随该送来遮，也要甲迄个自从旧年就含一个内地的查某人行奸淫的白相随该送来遮吼。对交易标枪含其他禁止的武器的新仔人，也会当甲因逮捕，并且爱收集各种情报、附上犯罪证据，寄来互阮。但是关系到迄个被控诉并且证实含2个查某人用异端的方式结婚，又可含另外2个即个2个查某朋友肉体来往的即个大目连射人的即个案，决定无爱甲伊带来遮，因此命令伊。就是命令即个团导伫遐吼，伫家己遐啦吼，家己处理即个案件，甲迄个罪犯拍40个到50个，并且处以适当的罚款。此外，以严格处罚来命令伊爱离开最后的迄个妇女，甲第一个妇女当做是伊的某留落来带做伙吼。不得含伊分开等等。我无理解为什么迄个白相颠倒是敢若较严重安尼，啊送来台湾。白相是不过是含一个内地的查某人行奸淫，含荷兰查某人行奸淫啦吼，所以呢代志较严重啦。啊，其他恁家己处理安尼，其他明明就3、4个安尼吼，恁家己处理。好，因为现在吼，因为即个边队船50号已经到应该到倒位啊？敢若无写到倒位吼，抵达吼，因到位吼，所以呢，米的供应有较丰富吼，因此呢决定
所以因此决定讲澎船台湾号明仔载也爱派去澎湖，命令伊去上水的边堆船，就U70号啦吼，去遐装12 Laston 的米，甲迄寡米呢再去淡水，其中9个 Laston 米爱作为迄边所需要的消费，而村内的米呢，如照你所写安尼吼，爱留落来到明仔载明年的正月的时阵，正月中阮的军队前往大陆湾的时阵通食用吼。也写一张批去互伫澎湖的阮的船只的主管，批里呢包括下列的事项。现在海燕号装有要送去波斯的1441箱糖，其中92箱装的是冰糖，即寡拢必须要全部转装到斯基丹号顶头，妥当来甲放好势啦吼，妥当放置吼。特别爱小心，迄寡冰糖爱分开放吼，毋通放伫咧砂糖顶面吼。以免因为冰糖扬起，也互即个砂糖也扬起，造成公司的损失。进前讲拢乌白放吼，所以专工派一个人去监督，讲爱安怎放吼。此外呢，按照本个月19号的决议，还阁命令该边堆船爱陆续交出伊所有的米，并且爱停留踮遐，因为伊的接水深以及不善航行吼，也是无好驶啦吼。用来因为船袂家己驶嘛，不善航行讲啊，咱敢船家己驶吼，应该是无好驶吼。用来避免伫遮去跨沙或者是被漂流走去吼。哎呀，我实在是进前有写来，搁毋知搁迄阵怎个查对。倒啊乱七八糟。好，我意思讲，我进前有甲即个搁浅的一寡词拢甲抄落来啦，结果毋知查对去。想讲特别用无共的即个讲法，各位明白一下。啊，无特别，咱即马读即个咱遐写的是上接读对其中即个词，就是跨沙、靠浅折对，折对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沉淀这是我所知影的折对，含即个因船折对。是迄天我记得即个折对即个词是田雄兄分享9月23，天气如同昨昏早起对岸边吹来微风，因此海燕号无法度航行。该船的主管以及就是海燕号的主管以及澎船台湾号的代工拢上船去啊中昼呢，又搁继续透即个西北西风，因此该船只好停留就是海燕号只好留落来吼。阮还搁伫为即个 Burkhardt 号的装号来无用。9月24，天气如同即几工早起有微风，此后逐工咧吹西风吼。因此呢，上述该船还阁无法度出港，就是海燕号啦吼，一直吊伫遮。有一只澎船对澎湖来到遮，坐16个人，再来6只牛。9月25号，游园像昨昏打扫哩炎热的天气，早起有微风对东方吹来，你是吹即个西北北风。游园无用咧继续为着 Burkhardt 号咧装糖，但是海燕号如同前2天还阁必须停留踮遮不过，迄只澎船台湾号已经出港，航往澎湖去咯。今仔日后下列的船只航离此地，就是有一只澎船航往西南沿海，坐65个人，再去5担沉甲2担半鹿仔肉。有一只澎船也航往西南沿海，坐16个人，但是即敢若载有地床卵。有一只澎船航往淡水，坐18个西南人，也即敢若载地床卵。9月26，上午
好天吼，但是下晡就乌阴落雨，风早起甲日时呢，拢含昨昏相像，对西北方吹来吼，因此呢，海岸河还阁袂当出港。边底船呢 ，Burkhold 河已经装糖装满，无偌久以后，就会当及时驶上即个海楼吼。也有一只篷船航往厦门载18个新仔人，也即敢若载底层门。夜间差不多是规暗日落雨，风开始强烈来吹来。9月27，继续落雨，并且有暴风对北方吹来，因此海岸河甲 Burkhold 河拢无法度出港，而且必须要拍搁较侪艇来确保安全，并且将因的即个顶围甲放落来，吼，围杆啦，吼。虽然如此，阮也是写了一张批要寄去平湖，互阮的大船的主管的批。批呢，甲因讲，爱载转去祖国的1400个装糖的大箱仔，将会用 Burkhold 送去平湖。即寡糖爱装入去乳粉盒，并且爱确实放互好势，并且爱送516篮，要载去 Sumatra 的面环吼去互因。即寡面环，阮建议因爱装入去Skidam 号，并且确实分开来装仓，用来避免以后发生困难甲浪费。而且也爱准备将来搁装载约900到1000担的白蜡，即寡白蜡是要当做底层门放担的船队。此外，还搁命令因讲，比如阵Ugis 号所存落来米，爱尽量紧甲落来。2/3爱装入去 Burkhold 号，最后1/3爱装入去海岸号，并且命令因对即寡米的分配甲接收，拢爱真细腻来安排等等。日时风悠然是足强烈吼，即个路肩酷色吼，路肩就是罗盘吼，路肩酷色就是。伊安尼是罗盘团转，我嘛毋知为虾米团转吼。风强烈，为虾米罗盘会团转吼？一直到暗时啊，吼，一直继续咧对南方吹来即个暴风吼，就是真快速的暴风吼。因此，上述迄两只船吼，虽然就是迄个 Burkhold 甲海岸号吼，虽然已经甲即个上桅杆甲放落来，甲放落来吼。即嘛还搁拍2个到3个艇，搁加拍这2个3个艇去海里，也是随着海流被漂往顶面去吼。大部分时间互相合作伙吼。总算是伫即个北线尾的即个东角，船的即个侧边啦吼，即个北渡边啦吼，互相挖来去跨沙咯吼。哇，这代志大条吼！你好装甲满，结果即嘛出这代志，运气真歹哈！上帝无保庇哈。Burkhold河的即个船头吼，尖的部分，差不多是完全已经断去啊。最近呢，载1000担糖来的迄只新仔人的篷船，为着要落糖，本来已经划伫即个栈桥吼，因为暴风，所以今仔早起就航离站，驶离开栈桥，结果也去互即个海影飘走去。是什么意思啊？越过上述造成大损害，这什么意思？我都看无吼。这个越过上述应该是写有啥物件绕高去吼，因为这只船飘走是按怎去越过上述造成大损害，我都看无。好，这是看无就无爱讲吼。这个城堡北边吼，迄个角城吼，角层吼，角城头前岸边的土地也被冲蚀真多吼，就是迄个在咱野城北边的角城岸边土地去冲蚀啊，所有的石头暴旱的即个基础的部分吼，也拢被
破坏甲真厉害吼，石头爆破啦吼，这个爆破，这个骹的所在吼，冲歹去。啊，毋是啊，迄两只船还阁拢，哇！我看这是应该做风台啊吼，这9月27号，真歹真歹即款。所谓暗时啊吼，迄两只船迄两只船，哎，我读华语看各位听无？那2艘船都帆船的侧边啊，啥物叫做多帆船啊？多是多市的多呢，啊帆是形吼，高形互你的迄个形。好啦，反正即两只船的即个北渡边互相相挖吼，啊伫遐跨沙伫遐啦吼，啊即个头前讲过，就是安尼。北方游园是对南方车来继续接带着即个大雨，真大的雨吼，豪雨吼。我咧想看觅南方，伊这风是安怎方向安怎？啊，伊头前无写，所以咱毋知影一开始风是安怎吹。我其实只是讲风是对南方来吼。哦，来，伊讲日时风游园是强烈，吼，路径酷酷说，一直到暗时啊，一直继续对南方吹来，即个真快速的北风。无讲啦吼，无讲啥，反正就是你想会到啦。风台阁了后是即个西南气流，西南风，所以这应该是风台无毋对吼。好，继续夹着即个大雨吼，遐尼恐怖吼，北风夹大雨啦吼，地高无法度用任何的船只机的附近吼，即个情形继续了差不多是规暗吼。这就是因为迄当阵无法度做即个气象报告遮尔准嘛，无像即马你讲，就会当看这卫星，你就知影讲风台伫偌远的，差不多几工就到，拢会当按算的。而且毋是啊，无按算，结果船甲甜，结果风台来。好，9月28，这代志足大条，足歹处理吼。我敢若想了，就读甲听，退役读甲听。早起9月28，早起天光的时阵，风力小可减退，水影大为平静。只有迄个港岛内底以及附近是例外，迄遐水影抑阁非常的大吼。顶头所讲的迄两只船吼，抑阁调伫个北山尾东角遐。但是呢，东角附近吼，但是已经互相分开了吼，就因本来是拢连做伙吼。海岸河规个船体，规个船体吼，去看伫遐吼，看调的吼，规个船体是算已经拢调的吼。而即个宝号号是船尾看调的吼，船尾去看伫个山顶还是啥吼。以后天气若转好，只是以后天气转好，只是讲差不多规工拢搁咧落雨吼，风台阁直直落雨吼。下晡又搁对南方吹起相当强的风，迄时已经分离的即个海岸河，还搁规个看沙吼，伫遐看伫遐，伫个坐伫个即个山顶吼，伫个即个。海流涌起来时阵呢，水深船尾是9尺，甲船头7尺的所在，已经失去伊的小船，这是你写啥？但是并无损失吼。我无理解，啥物叫做水深船尾9尺，船头7尺的所在，已经失去伊的小船吼。这失去伊的小船和头前讲的这无关系啦吼，应该是讲伊调伫即个迄个所在，结果海流涨开时阵呢，船尾水深9尺，船头水深7尺，吼，应该是安尼意思吼，9尺7尺，
9笑一楼悬啦吼，7笑就是9笑无甲一楼悬啊，要甲一楼悬啊，一般是10笑算一。当然这阴笑吼，我毋知影这是啥物笑吼。好啦，已经失去的小船，但是别无损失吼。除了掉离以外，无啥物损失啦吼，船无歹去就对啦吼。但是迄只即嘛已经强要浮起来，即个Burkhardt号，除了失去伊的小船，甲压制伊船头的尖尖的部分以外，也伫咧前舱下面，前舱下面甲船头附近弄出一个坑，台也当做3轨吼，离即个无条吼，我毋知无条是啥吼，伊写尾柱，但是个尾呢是有即个准字边吼，周字旁吼尾，就是无条吼。伊的无条是动力去，看起来若无甲船体甲放互起是无法度通修理吼。简单来讲，就是现在阮已经完全无办法啦吼，因为如上所述的理由吼，要即个Burkhardt号含即个海燕号要互因浮起来，就必须要先甲所在糖拢甲落来吼，真正装糖装几啊工吼，即嘛爱阁拢落来吼。而这将会严重耽误着迄寡归国军队装好的时间。地甲阮担心迄只大船日粉号吼，如果要遵照命令啦，要准时离开，迄真可能必须要空船，或者是只间内当载着微量的航回去巴达维亚吼。有一只篷船载着米的篷船吼，有一只载着硫磺，抑阁有7、8只载着较无重要的物件，其他的新仔人的篷船，以及约了50只舢板。抑阁有迄只已经出卖去的即个快艇，叫做 Victoria 号，含迄只公司的篷船淡水号，大部分大部分破裂或者是垮沙，这灾情惨重吼，风台啦吼。9月29，你阁会记诶？我拄则我阁会记诶，即个。做即个风台进前吼，伊拢讲天气炎热，天气炎热有，讲足热就热，打扫天气炎热啥？我伫伊无讲足湿啦吼，你若是台湾人，你就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啊吼。风台来进前特别的够下，够热到足恐怖安尼。好，9月29，袂歹而且温暖的天气吼。早起风对岸边吹来，天光了后，大部分是透南风。上午，避雷船 Burkhardt 号航离海燕号来瓦口站桥所以我都通驶呢，要来修复并且要来落雨。伊就我都叮当有啥要阁落雨，我讲可能落雨要修理吼。好，咱继续看。下晡有一只失去桅杆的新仔人的篷船来遮入港。该船呢，伫本国个24号出港要航往淡水，阮要寄去互史汀先生迄张批草本，也因为安尼又阁炸转来咯。9月30，晴朗炎热的天气，有微风。下晡风大部分对西边继续吹来。规工真无用伫对避雷船 Burkhardt 号来落迄寡装糖的箱仔。并且甲放入去公司的仓库，并且准备要拖钉甲其他的器具，要去甲大船海燕号拖入去清水。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航往平湖。做23个新仔人载去300罐的麦仔酒，荷兰人迄当阵是毋是无风台即个事哈？因为伊无写嘛伊无写风台即个事当然台风你著听即个名嘛，知影这是足晚才出现的英文字好，
所以迄当阵荷兰人也毋知影有风台即种物件的款。10月初1，晴朗而炎热的天气，风规工大部分是对西边吹来。有2只高野船对下淡水来到遮，坐10个人，再有茶。好，10月初2。10月啊吼，即个1645年，敢若到11个尔吼。10月初2，天气像昨昏，大都吹即个西北风，还阁积极哩落即个宝号河顶头的糖。此外，也命令几只即个新仔人的篷船去海岸花仔去装糖吼。因为除此以外无其他的办法会当对该船来甲迄个糖落来，希望该船会当借此来落糖以后会当搁再浮起来。但是即个代志伫入夜以前无法度实现吼，因为欠少细只船嘛吼。因此呢，夜间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以便将一条索仔游去陆上吼。借此就是借着即条索仔啦吼，篷船会当来往装糖。为虾米？好，看无吼。下晡公司的篷船 Noctua 号对平湖来到遮，对 Ugis 号所载来17 Laston 的米，也带来即个平雷船 Ugis 号甲大船 Rufen 号各主管所写来4张批。数期是最近的9月25、26、28、29。对即寡所有的内批来知影下日的下述的情形，就是上述的篷船以及快艇 Givet 号，该船伫海上失去伊的手车位，吼，就是船头的车位，吼，车的位杆啦，吼，这咱拢外行啦，无可能知影这啥物倒一支啦，吼。好，伫顶个月23号，吼，到遐，吼。到遐应该是到平湖吧吼，即个 Givet 号，对迄时开始就按照阮对几项代志所予因的命令，尽可能来进行工作，甲米装上即只篷船，甲丁香装入去上述的快艇 Givet 号，顶个月17号，平雷船3号北到遐的南港岛吼，应该是平湖遐南港岛头前停泊。当年就出航前往日本啦，吼，也写着关系着 Ugis 号的人讲，因航离开暹罗沿海的时阵，捌拄着平雷船 Wolf 号，是对摩拉加来，知影讲公司伫迄边的情况也是共款真好，吼，等等。此外，迄寡朋友拢讲，顶个月27号，平湖透遮尔恐怖。透起足恐怖的即个暴风雨，是几个啊熟悉该地区的阮的水手印象中从来毋捌发生过的吼。哦，这超级风台就对啦。因此呢，不但有放恶甲墙壁吼倒落去涂骹吼，有8只船到10只船吼，10只即个新仔人的篷船。去攻破去吼，阮的船也遭遇着如下上述的危险的状况吼。过来就是要写讲伫平湖发生啥物代志啊？顶个月27号嘛吼，就是顶个月27号，就是共款迄天嘛，就是共款迄个风台就对啦。而且你看吼，拄则讲因的水手讲印象中毋捌看过遮恐怖的吼。哦，因的，咱来看下因的即个灾情是安怎，伊即样要写哈。歹势，我走去才无看到。好，阮的船也遭遇着如下上述的危险的状况，就是好来，伊要写哈。先伫26号对北方。透起强风，至到已经准备好要出航的
Naktu 号无法度用旁启动吼，过当日被东方所偷来、所扯来即个美丽的北风哦，拍到讲迄只已经放3个鼎停泊的归国大船，日粉号煞压制伊的3个鼎当中的2条锁啊，第3个鼎也压制2个即个毛背，就是鼎压制去啦，毛背应该是即个鼎有2支钩啊嘛吼，应该是讲伊即钩啊去压制去啦，毛背应该是迄2支钩啊。伫暗时啊吼，1点钟被飘起即个跨沙伫即个片乌的西岸吼，即大只船哦，鲁粉号哦吼，伫遐靠前了一段长时间，迄只 Skidam 号也被飘走，但是因为抑阁保掉伊的几个鼎，所以损害较细。无偌久了后，我方的人就真努力要去互迄寡船搁再度浮起来。迄时就像以早遐尼美丽的北风对西边透来，抑阁落雨又阁死啦吼。因为即个西风鲁粉号又阁会当浮起来，却被吹去东方一个蒙雾的沙原内底，伫遐看潜吼，伫遐靠潜。28号吼，伫个靠掉伫即个潜水中吼。28号还阁暗吼掉伫遐吼，但是呢损害无大。掉伫即个潜水中，水深是船头4尺，船尾7尺。因此呢，该船的人员借着落地层门的方法吼，用尽气力要互迄只船要浮起来。无其他的船只会当来帮因吼，帮助因，因为每一只船拢家己无用甲，家己拢无用甲吼，无法度来斗相共。Skidam 号失去了2个重的鼎，去弄去海边仔去，船头靠浅，如果浮起来了后，伊的鼎呢落伫沙洲顶，因此呢嘛遭受到危险，不过危险无大吼。即暗快艇基维号先伫立时甲伊的装载物件顺利交互 Skidam 号了后呢，和比对船 Ugis 号也飘甲互相真近活吼。就是即个伊这刮弧是伫个 Ugis 号顶写讲。该船拖死的鼎，几若摆被飘走，但是真意外拢无啥物损害吼。好，我伫即个 Kiwi 号和乌吉斯号吼，真近活，但是无真少去烧落吼。不过因为因的小船已经平船，所以底下有一个人伫迄个小船内底去淹死。此外，即只 Kiwi 号的主鼎甲锁啊吼，含迄只上幸运的变雷船的3个鼎电做伙，对即只船是上幸运的变雷船啊，毋知对即只吼，乌吉斯吗？哦，我毋知啦，免有伊无写吼。所以咧，伫遐哩，就即个 Kiwi 号的主鼎含迄只上好运的迄只变雷船的3个鼎电做伙，所以踮遐哩长说吼，船踮遐长说。因为是海水特劳，所以无去跨沙，无去靠浅，什么意思啊？好，叫你特劳再去跨沙，我看无吼。迄个 Naktu 号嘛是同款的情形，但我看时间，剩8分钟，会使读了。但是呢，迄只胖船台湾号吼，迄天来到顶头所讲的迄只变水船的船头的头前，伫遐去弄着伊的前桅甲船头，又搁对遐飘去岸边悬悬的即个看沙伫即个沙洲顶头吼，看伫即个沙洲顶头，并且伫遐破裂去。即只船将会正做修理迄寡受损害的船只真适当的材料吼，就是台湾号啦，牵少啊，着台湾号领便当啊，以后要摕来做拆掉做废船啊。
好，离迄只船的大炮将会用吸的号甲送来遮。上述的即个旁船的所有人员，除了一个医疗人员以外，拢抢救起来了。吼，除了一个医疗人员是啥物意思啊？就是进行饮食迄个哦。迄寡朋友拢已经按照个人的情况，继续努力伫咧抢救。好，10月2号的日子到遮哈。我看10月初3。好，10月初3会使。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风力中等，天气如同上述情形，无用得甲米对旁船 Noctua 号来个落来。中昼变尾船 Burkhardt 号已经甲烫伤，落到不必毋免起嘛会当修理的这种情形吼，如此希望啦吼。因此呢，也随停到这个海楼顶头去。迄寡调来的旁船开始来大船哈燕号边啊，用即寡旁船今仔日已经落相当数量的糖咯。今仔日也收到牧师 Van Bryn 对荷伯人寄来一张批，数期9月30号，我应该嘛是你讲啊，咱来看吼，可能若风台啦，我看会对写一堆代志。好，伊批里写讲，有讲起几件小案件，其中一部分是伊阁下也请求阮爱互伊命令，关系到对该地区所查来处地即个挂链仔的落叶吼。挂链仔落叶吼，挂链仔落叶几啊个月迄两个原住民吼，上述牧师感觉讲其中一人是一个墨西哥社人，应该会当放伊自由，因为该社的居民表现了特别情愿甲顺服，毋免惊讲因会去模仿啊，会去学迄个人所做的恶事吼，但是另外迄个人捌是一个战经啦吼，就是捌是一个 Tuchara 社的酋长，所以袂当甲伊放吼，因为还阁定定听到关系到该地居民的即个妄言控诉，对即个人的处罚，还阁袂互迄寡人心生畏惧吼，心内还阁毋惊啦吼。因为呢，阿巴斯切和萨利巴罗吼，拢不过只是小砖头尔。因此，牧师 Van Bryn 请求福音和 Teriam 社只敢若5户，同齐吼迁徙去住伫个荷伯人。事先爱去遐准备新的产地，以便会当搁较容易来教导即寡人。为什么教导呢？好，代理地方官 Van Bergen 捌伫个9月16号经过遐，继续前往淡水。10天以后，阮9月21号的批信也送到遐，伊随将该函继续送往淡水去互上级商务员 Stein。今仔日有2只旁船对偏湖来遮坐37个西那人，也另外有1只旁船对西那沿海到遮坐14个人，再来30德米甲5德豆啊。好，今仔日读到10月3号吼，看一下笔记吼。OK， 有一个新朋友。齐先生吼，齐上嘛，歹势，我伫无一定先生。个Marina 即马在礼拜，阮已经读煞了。好，来看一下把笔记啦吼。B 吼，就是地稿吼。消耗即个耗吼，咱读消磨啦吼，但是迄个耗其实是读做耗。开销，消磨。有人讲消磨是迄个磨是迄个摩擦迄个磨吼。
消息，消息，消息是消失哈，也是消失，消息哈。好，落雨哈，乌云哈，雾好啦，拢会使。过来是。哦，有是第三声吼，可能咱们头前读有吼，所以有互烧吼，有烧吼，安怎？你讲，你举例讲有互烧有听过？嘿啊，所以暖暖包是啥物？我即下咧发明新词啊，有烧袋啊，有烧包啊，有烧袋啊，嘿啊。就是安尼啊！即遮侪物件，就是安尼讲起来吼。有台语无规定讲一定要中央制定一个词，你全所地方才会使用，无即个代志吼。所以各位毋免讲一定要啥物教育部规定啥物，你毋免吼，你家己去做新词不要紧吼，莫客气。是爱考月票。对啊，嘿啊。空用车、脚踏车、自轮车一大堆讲法啦吼。好，Marina 拄则是含，离开讲电话啦吼。好，歹势吼，安尼感谢各位吼，咱今仔日读到遮，明仔载休困，后日再搁继续来读吼，豆豆读啦，不要紧。好 ，OK，大家，感谢大家，好，再会。